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继上次介绍的发票扫描赚钱 App 之后呢，这次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几个也是我自己有在用可以省钱甚至是可以赚钱的网站及 App。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谢谢。娃娃 TV。首先第一个是 Price Post， 这个其实是一个用来追踪 Amazon 上面产品价格的 App。你只要在这个 App 里面追踪你要的产品，它一旦降价呢，就会马上通知你。然后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它有告诉你它的最低跟最高都有卖过多少钱，然后卖家们平常平均的价格呢都是卖多少钱。像是这个彩色铅笔，它最低呢就有卖到9.19块过，最高呢有卖到21.99块过，然后平常时候呢平均都是14.3块左右。我就会依照它提供的这个资讯来判断我是不是现在要买这个东西。如果我很急着要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价格落在 average 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买了。那如果我不是很急着要这个东西的话呢，我就会等它价格降下来之后再买。那如果它显示现在这个价格是高的话呢，那我就不会买了，会先观察一下，等它降价再来买。那如果它显示现在这个价格是高，但是我急着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去找同样产品的牌子，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买了，绝对不会当冤大头。那这个 App 除了追踪价格之外，你如果用它连上 Amazon 来购买东西的话，你累积购买多少东西，它就会给你一些金币奖励。另外呢，每天也都有 Mystery Box 的奖励，这样你点开就会有1到10不等的金币。有时候点开这个 Mystery Box 呢，会有限时购买的挑战，只要你在限时内购买完成一个产品呢，就可以获得50或者是100的金币奖励。我有时候一些不急的东西呢，我就会等抽到这个购买挑战的时候呢，我再来买，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简单短时间的赚到很多金币了。那其他还有一些一次性的金币奖励，像是一开始只要注册完成呢，它就马上送你30个金币，开启通知呢就送你100个金币，连接 Amazon 账号呢就送你25个金币，把 Amazon Wishlist 导入进去呢，它就送你10个金币，等等其他还有很多。我大概算了一下啦，你只要开始使用这个 App 并完成它的这些指定任务，你还不用花到1毛钱呢，你就已经可以赚到265个金币了。那这个金币可以干嘛呢？只要你累积到1000个金币呢，就可以换10块钱的 Amazon Gift Card 了。我记得我用这个 App 差不多1个多月呢，我就累积到1000个金币，并且换到10块钱的 Gift Card 了。所以我建议有在用 Amazon 买东西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下载这个 App 哦。如果有买的话呢，真的是累积的超级快的。我使用到现在已经换到100多块的 Amazon Gift Card 了，而且还可以配合我之前影片说的发票 App， 把它们上传过去呢，就可以再另外赚得点数了哦。我会把下载的链接呢放在资讯栏里面，想要一起省钱赚钱的朋友们呢，可以用手机点击下载哦。好，那第二个呢是 Rebate Key， 它算是一个促销网站。它网站上面呢会有很多 Amazon 的卖家把他们的商品打折放到这边来让大家购买，有时候呢还可以找到免费的东西哦。那这些卖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概呢有3个理由。一，他们想要增加他们的销售量。在 Amazon 上面如果没有销售量呢，就无法获得网站的推荐，把你的产品放在最前面，以致不管你的产品多好呢，卖出去的几率呢都很低。所以很多卖家呢就会依靠这种网站，以低价或者是免费的方式让消费者来帮他们提高销售量。2，他们要增加他们的商品好评。商品的好评量跟留言也是 Amazon 的评比方式之一，所以之前有很多卖家会为了要提高自己的好评量，一直用不同的账号不断的帮自己按5颗星跟留下好评的留言，所以 Amazon 就更改他们的审查机制来杜绝这种事情的不断发生。所以现在 Amazon 如果发现有大量不明账号明明没有购买东西却又跑去留言评分的话呢，是会处罚卖家的，他们商店的分数呢会越来越低，到最后呢可能会被关闭商店，逐出 Amazon。所以现在很多卖家为了要得到有效的好评留言，就会以这种低价或者是免费的方式让消费者去帮他们留言了。不然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动机的话，这些花原价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会不会去帮他们留言？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去留过言就知道了。我是说那种好评的推荐留言，不是说你不爽去留差评的那种哦。好，那第3个呢，就是他们要清库存。
很多厂商他们或许仓库有太多的货品，导致需要多花费很多费用来存放管理，所以与其丢掉或者是销毁，不如送人，还可以提高销售量跟得到消费者的好评，根本一举数得。所以综合以上原因，脑筋动得快的公司呢，就做出了这种网站，在不违反 Amazon 的规定之下呢，来帮助买家跟卖家来买卖东西啦。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它这个不是一个购物网站哦，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卖家不管是要获得销售量或者是留言，都需要消费者在 Amazon 上面有购物行为才可以。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网站的设计呢，就是让你先在这个网站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到 Amazon 上面去用原价购买商品。购买成功之后呢，要回到这里去输入你的订单号码，确定购买完成。然后呢，它会等35天，过了退货期之后呢，再把多余的钱还给你。例如这个商品，它红字呢是 Amazon 的原价，也就是你购买要付的价钱。而绿字呢是他答应要给你的购买价钱，所以你购买之后呢，他会扣掉绿字的价钱，把剩下的钱还给你。他这个网站的东西有很多啦，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滑一滑，有时候呢可以捡到便宜好货，像是我这个面罩呢，就是在这里找到的，这个一共有10个，我在 Amazon 花了10.99块买的，而这个卖家呢，他卖我0.99，所以过了退货期之后呢，他就还我10块钱啦。这个东西呢，我在 Costco 看也差不多是卖10块钱左右，而我在这里居然花了0.99就买到了，是不是很棒啊？那再配合上刚刚介绍的 Price Post，用 Price Post 在 Amazon 上面买，再加上把发票上传到各个发票 App 里面去呢，就可以一次赚多手了，根本超赞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一样会把链接呢放在资讯栏里面，自己点过去注册就可以咯。好，那第3个呢是 Cashback Base。Cashback Base 呢跟 Rebate Key 其实是一样的，它们运作方式也都差不多。不过 Cashback Base 的东西，甚至是免费的东西，都比 Rebate Key 来的多很多。有可能是他们对卖家的门槛或者是运作方式比较好吧，所以很多卖家呢都会选择到这里来。我是没有去仔细研究啦，其实我也不 care 啦，我不是卖家。那对于买家的我来说呢，我是比较喜欢用 Rebate Key 啦，因为你要买东西呢，完全没有任何门槛，不像 Cashback Base 多数的商品呢都有一个 points， 就是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呢，你要先给这个网站一些 points 才可以买。有时候很烦的是他要的 points 很多，如果 points 不够的话呢，就买不了啦，要累积到够才可以。好，那要获得这个 points 呢，有很多方法啦，像是你注册登录之后呢，它就会马上送你2000点，然后你每天登录呢，也会送你30点，完成你的个人资料之后呢，会送你500点，写完使用感想之后呢，会获得100点，审查通过之后呢，会获得500点，邀请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000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我资讯栏的网站注册哦，感谢你。那其他获得点数的方法呢，就是购买商品啦。它在网站上面会标志这个商品是 Need Points 或者是 Earn Points。Need Points 呢，就是你需要点数才可以买。Earn Points 呢，就是你买之后呢，会获得点数啦。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其实我后面还有好几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但如果我继续说下去的话呢，影片会太长，所以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说。大家要记得回来看哦。我是 Lisa，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开启了会员制度，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然后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